顶日有一只怀疑是中国公司的船拖动咱的海底电缆，在暗过蒙古籍的货轮伫咧石门外海驶，海巡派船去查。南韩总统尹锡悦逮捕令今日告期，公调处用请警方去抓人去互拒绝，公调处是要甲法院申请延长期限。2025年金球奖颁奖，日本电视剧《卧虎将军》摕到4项大奖，另外好莱坞的演员 Demi Moore 摕到新界头一座金球奖影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题。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这礼拜是会有2波冷气团相刷来，大家应该是会当感受到讲，这阵已经比日时加足寒，气温是降到13至15度。这拜三进前是大冷的天气，拜四开始对水气变高，变做湿冷冷，大家都要穿好少。高山经过真暝飘雪，太阳能房顶也积极淹雪。天光了后，工作人员无用清除。高山北方气象站也雨雪砍掉的。抓算落雪时间是初6返点甲1点。透早站内积雪已经达到0.5公分，低温搭配水汽，合欢山也自初5半暝啊陆续落雪，雪量创入冬上大，地面上有明显的积雪。估计伫上细路的积雪也来到0.5公分。冷气团报道，拜一各地会愈换愈冷，受辐射冷却的影响，透早伫暝低温感受更较明显。空旷地区低温有机会来到10度以下。冷空气的话，预计在这段期间的一个低温上来讲的话，包括甚至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一个低温上，大概就是落在13到15度左右。礼拜4到礼拜5，甚至在礼拜6的这段期间，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下一波冷空气影响最显著的一个时候。这礼拜2波冷空气，第一波影响到拜三是偏大冷的感受，拜四搁一波冷空气接落来。强度更较强，可能来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搭配水汽感受寒冷。环境部监测，随着2波冷空气连续落南，也带入境外污染物，初6起北部地区开始转为感觉小提醒，对敏感族群无健康的空品。接落来是整个西半部的空气品质也会变差。那它会随着东北季风逐渐南下会影响到这个竹苗，然后这个云嘉南、高雄这边，预计今天这几个地区的空品可能都会达到橘色提醒。环境部提醒，在着冷高压影响的时，伴随境外污染物移入，西北部各地拢可能发生高浓度的现象，提醒民众若要外出，要注意空品，敏感族群减少外出。若一定要外出的时，要挂喙罨来防护。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美国今年头一个冬季风暴就要到底，6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6300万人的生活受到影响。这场冬季风暴是有可能出现10多年来上介低温度，卖落上高的雪。美国国家气象局针对堪萨斯甲密苏里发出冬季的风暴警报，尤其70号州际公路以北的地区有暴风雪侵袭，至少积雪20公分。因为极地广热层落南，加真寒的气候对北极传到美国中部，并且还有极端天气的发生。堪萨斯、密苏里、肯塔基、维吉尼亚、西维吉尼亚、甲阿肯色，还有纽泽西州部分的地区，拢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肯塔基州的州长贝希尔伫当局接到真侪站车祸通报了后，公开请民众踮伫厝内。堪萨斯州初5透早就开始落冰雨，并且有大细细细透南。有民众表示，堪萨斯市的道路看起来就亲像出冰场同款。另外有大货车、连结车等等伫结冰的路边驶的时阵失控。当局预测会有30公分的落雪，初5暗时了后，落雪范围会向东扩大到俄亥俄河谷甲阿帕拉契山脉中部，初6透早到中大西洋花地区的北部。全美国已经有数千航班互取消，上万航班延前，陆上的交通也拢断去，学校停课，有超过30州，超过6000万人，伫一场强烈的冬季风暴的威胁当中，除了可能造成大停电，能源的使用按算也达到冬季新高。另外，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北部西边的地区，初5到初6，一暝之间可能会降雪25公分。出门凡是有危险或者是无方便。1月初6，伫国会山庄有一场重要的会议，是去年总统大选当选人川普进行当选的认证。不过因为天气的因素，可能影响到出席。众议院长强生希望专员拢到。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
咱基隆港外海国际海底电缆是去互外籍的货轮拖登去，怀疑是借外国籍的名，事实上却是中国公司的船啊调工拖登去的。而且昨暗有一只蒙古籍的货轮是伫咧石门外海驶来驶去，唔知要创啥，海巡派船啊去查。专家就呼吁这电信业者都要甲海巡合作，若是发现因的行为怪怪，都要主动临检。到底怎么样？是完全没有动力，还是有动力？还有船上的那个，他们现在是否有安全疑虑？初五暗时10点外，这只蒙古籍货轮保顺和海巡发现离岸伤近，好亲像有航行安全的顾虑，所以派出100吨级的巡防艇去查处。车起来后要按能不能主机启动起来，启动起来之后我就会起锚离开。发现蒙古籍保顺货轮于草里东北2.6海里。据案过境，立即通报基隆港信号台。经过海巡人员甲蒙古籍货轮无线电通联，确认是主机故障路电维修。伫7日透早启程，持续向东北方向离开。按国根据军事专业记录到的航迹图，蒙古籍货轮伫石门外海航行1阵啊，捌近花将近400公尺。同款伫电缆区域，互人联想到初3基隆港外海的海底电缆受损事件。这只货轮虽然挂克麦隆国旗，按国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只船属香港注册公司，登记主管是中国公民。当时航迹图认为电缆受损不是单纯的事故。目前这只货轮已经航向釜山，海巡署表示已经透过外交管道请求韩国当局协助调查。近年来，中国商船也是渔船，定定参与强军伫台海周边常态性军演。专家是烦恼伫无明确区域行动，恐惊是伫测试对台湾的资讯封锁。它当然的目标就是海底电缆，一个已经实际采取行动切断我们的电缆，第二个就是蒙古的货轮在那个地方游走，那有可能是在测试，或者是知道那个电缆的实际位置，那可能下一次就是直接切断那个电缆，也是一种演练啊。那就是造成台湾内部的混乱。根据2023年修订的电信管理法，对于偷窃、毁坏也是危害连接的缆线顶行为，会当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过立委呼吁，除了法律的执行，海巡署甲海委会即时应变能力更加重要。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早起8点外，新北沙丁堡一搭长咧起的建案工地，两边边仔人家厝是起起，甚至有人倒在地面扑起来，比例太路憋起。建商是答应的回息咧答应的赔偿。目前受影响的3栋是有9户22个人赶紧撤离，起造商、建造商拢罚款9万，都要停工。涂骹扑起来，搁关节眼，壁比规大片，厝内规涂骹的喙太露，壁顶搁破一大坑。想起代志发生的时阵，住户即马心搁胆胆。我想去山那么起一点点小小的啊，为什么回来那么快哟？对吧？那么快就发生这个事情，我无6点就靠啊，伊讲除非倒落去啊，安尼滴的啊。大概就是墙壁有点龟裂嘛。隔壁这个比较严重，是整个往下倾斜过去了。农历新年要到啊，拄到这种事故，住户嘛真无奈。尤其工地正面这栋损坏上严重，已经明显车去。案发地是伫新北市沙丁堡的6张街，面街变甲煞未大哩，这拢是建案工地乌地基引起的。监测的水位，跟我们的测量公司提供的水位，有落差3米多。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没办法止住这场灾害。伫镜头前会室内，涉案建商表示，7日早起8点外，当地开挖地下室，不过地下水位的数值甲手头的资讯无共，差3米外，造成时间过程煞损坏到隔壁厝体。面对这件事故，业者也已经答应赔偿，嘛愿意协助因改建。我们都有监测嘛。干务局接到通报，随派员到现场，工地两边的厝体初步判断至少3栋受影响，撤离9户22人。因为安全的考虑，佮预防性撤离受损厝体后边的5户居民。建造跟建商的部分还有施工厂商，我们都依照建筑法会开罚是9万块。在整个地下室的一个开挖作业过程里面，当然最直接的会影响到整栋建筑物整个工地附近的一个地盘的一个稳定性的一个问题。目视来讲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倾斜的一个情况。大型干务机随进场检查灌红毛土、甲灌水抢救、甲灾害降低。对于规件事故，干务局嘛下令停工。对于起造甲建造商依法各罚9万块。记者综合报道。
国内外又有啥物重要的消息？咱做伙来看。头先来看这代替中部海线的车头一寡变数，因为这治安问题，暗时无咧营业的时阵是锁起来。不过民众讲安尼过路人对真无方便。不过这代替就强调讲，为着安全甲人力，所以讲小站的变数对管制。不过若是亲像台中丰原这款较大站的，对随时开放民众使用。接落来看股票消息，台积电的股价今日收盘是冲到1125块，整体台股收伫咧23547点，大起639点。不过，就有专家警告讲，这波台股还有落长期的风险，大家都要保守观察。另外，对今日开始，台股的创新板是开放予散户交易，有机会当扩大市场。上尾来看，这国发会是推出数位邮博签证，1月正式上路，符合条件上长是会当留伫咧台湾6个月，主要是开放予一寡无需要入公司，用网络办公的外国人才来申请，嘛是要刺激因来台湾观光消费。加拿大总理杜鲁道的内阁支持率是一直咧落，副总理彭惠兰已经请辞，这内阁嘛有部分改组。不过，伊领导的自由党有关是有声音要求伊着要辞掉党主席。根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指出，上近当地拜一，杜鲁道就会宣布辞掉党主席也有总理。加拿大环球邮报指出，自由党有计伫当地时间初8拜三举行全国党团会议。伫现有的153席党籍候选人席数中，来自安大略、魁北克、甲大西洋3项大票仓拢总131席议员，多数已经分别伫各自的省级党团会议中表态，无支持杜鲁道继续担任党魁。面对党内逼宫的压力，杜鲁道上紧伫初6就会宣布辞去党魁职务。加拿大政治学者分析，伫英国式内阁制之下，总理掌握行政大权，会当瓦解杜鲁道总理这个权力核心的人，多数拢是伊提拔的幕僚。学者指出，这个政治任命的幕僚，毋免经过选举考验，无民意基础，互杜鲁道的决策渐渐甲民意脱离。When MPs go to Ottawa, they expect to have some say, and then they find out that they don't really have some say because so much of the advice is being given by his advisors. 根据环球邮报的报道，目前无确定杜鲁道下任党魁时间点，是随落台由临时党魁暂代，也是依照党章进行党魁改选，选后才交接。若是先由代理党魁领导，目前上热门的竞选都是拄照财政部的罗布朗，也毋过若罗布朗本身有意到日党魁争夺战，这条路可能行袂通。那按照党章进行改选，伊规定定数至少要4个月时间，也毋过安尼会造成政府领导改选限制是一个真空期。对来赶袂到3月28日总预算审查期限，对外也无法度应验美国下任总统川普可能提悬关税挑战。那为此缩短党魁选举时程，是有可能选出无适龄竞选，更较不利自由党的选情。加拿大国会大选日期有计伫10月20日，目前自由党落后保守党的100分比达到2位数。前的保守党执政9年了后败选，由杜鲁道登上总理大位，到即马也有9年外时间。加拿大敢会伫这个时阵搁一摆政党轮替，成做政大焦点。公司新闻七家真朋友。美国纽约正式开始，这赛车日曼哈顿市中心是爱收塞车费，分时段甲路段有无共的标准。一般小客车一天是爱$9块美金，要若是大型车上济爱$到21块。骑奥多摆伫咧尖峰时间是爱$4块半美金。纽约市政府就预告，安尼逐工是会当减少15至20%的车震，而且嘛会当减少空气污染甲噪音。这寡收来塞车费嘛用来改善大众运输系统。其实美国毋是头一个收塞车费的城市，这新加坡是全世界头一个。不过伊是看人数，若是赛车入市区，干那在1人至2人就爱纳钱，3人以上就免纳。也若是英国伦敦嘛是对2003年就开始咧收塞车费，不过到当效果犹原是无介好。也若是讲到这政策实施了上界成功的，就是瑞典斯德哥尔摩收费标准是分甲真有，成功分散车阵。纽约曼哈顿中城区的中央车头附近，总是聚集大量车阵甲人阵。年这时阵，交通更加是大塞车。为了改善这种情形，礼拜饭点开始，纽约市要带头对进入中央公园以南地区的车收塞车费。The system has been in operation since midnight
1,400 cameras, over 110 detection points, separate detection points on the borders of the congestion zone and within the zones. There are well over 800 signs, and there are 400 lanes of traffic that are within the zone. And drivers are going to start to see the toll charges appearing on their Easy Pass bills in a few days. 这个收费的措施规定讲，平常日透早5点到暗时9点，也有礼拜四透早9点到暗时9点的高峰时段，小型的车进入塞车区爱收9美金，大约是新台币297块；大型的车爱收14到21美金，不是高峰时段，多数的车有权爱付2.25美金的费用。交通官员指出，收费区每天有70万车次驶入来，地势塞车严重。上惨的情形，平均时速敢若11公里，一寡路段甚至比行路更较慢，所以希望用收费的制度了后，会当减少塞车，才袂浪费人的时间。Buses are slower than walking in much of Midtown. We want to see if that can be improved.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emergency response times, fire trucks, police cars, and most of all ambulances can get where they're going faster. 交通当局鼓励大型的卡车加利用深夜拍折的时段来送货，或者是交通更较顺。另外，新措施会伫2028年甲费率调升到12美金，2031年才搁起到15美金，希望总到150亿美金的经费来升级纽约的大众运输系统。不过，纽约市有居民表示，收费会对当地生理造成损害。而且出事甲大汉的川普也把讲，若当选总统会废除这项计划。实际上，这款收费的制度已经伫伦敦甲斯德哥尔摩等大城市实施真侪年。不过，面对川普要上任，纽约塞车费的政策可能会引发中央甲地方的对立，敢要继续实施，有关有变数。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2025年金球奖昨六月颁奖，得奖的名单是特别受注目，因为这金球奖是去互看做会当5奥斯卡奖的支票。这金球奖是分做电视甲电影两类。伫咧电视之类，日本电视剧《卧虎将军》这届表现是真精彩。金田公之摕到最佳男主角，是头一个摕到这个奖项的日本演员。而且这次戏稿摕到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甲最佳影集，等于是甲所有的大奖拢包，是有史以来头一届在电视剧的最佳男女主角拢是亚洲演员得奖。所以来，咱换来看电影迄类，夺王女人梦的成绩嘛真好，是摕到音乐戏剧类的最佳影片、最佳国际电影等4项大奖。另外一个受注目的，就是好莱坞的演员 Demi Moore， 是以旧咧这个影片摕到金球奖的影后。伊伫咧电影当中大胆起掠讲，甚至是费用演技，互伊摕到这45年来头一座金球奖影后。And the Golden Globe goes to Hiroyuki Sanada。金球奖颁奖典礼初五伫加州登场，台湾观众并无细份的金田公之伫《卧虎将军》影集中有精彩演出，赢获最佳男主角奖，伊也是第一回得到金球奖时代的日本影星。Thank you, Golden Globes, for recognizing me. I'm so happy to be here with these great nominees. 卧虎将军摕到最佳影集、最佳男女主角、甲男配角等4大奖，是电视类影集的上大赢家。颁发影帝奖项的戴米摩尔，伫出道45年了后，以旧的这片提走戏剧类的影后。Today, I celebrate this as a marker of my wholeness and of the love that is driving me, and for the gift of doing something I love and being reminded that I do belong. Thank you so much. 片长超过200分钟，描写大屠杀幸存者移民美国的触犯派建筑师，摕到剧情类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甲最佳男主角3大奖项的肯定，导演上台会当讲唔敢相信。I have to thank everyone up here who over and over again bet on this film that kept falling apart, and they stuck with it. You know, through thick and thin, really. So thanks to all of you. I really love you all very much. 另外，以毒品犯罪为主题的超现实音乐喜剧《夺王女人梦》也摕到音乐也是喜剧类最佳影片等4个奖项。伫片中扮演女律师，帮助白色狗毒枭变性，展开新生活的路易莎达娜，摕到女配角的是真激动。
My heart is full of gratitude. Thank you so much to the Golden Globes for celebrating our film and honoring the women of Emilia Pérez. Thank you so much. 金球奖预防看作是奥斯卡的风向球，什么人阁会迎合小金人的肯定，各界拢在看。公司新闻张桂敏编译。2025年，美国消费电子展明仔载起稿，预计全世界是有150国、超过4000间厂商会参加。这 AI 甲自动驾驶的技术都特别受注目。咱台湾的厂商包含鸿海、技嘉嘛参加，去遐展示 AI 技术。 Can you tell me an interesting fact? Archaeologists have found pots of honey in ancient Egyptian tombs that are over 3,000 years old and still perfectly edible. 机器人的皮肤是用石胶做的，再个配合进阶版的 ChatGPT 的系统，就当甲仿生机器人开讲听字数。机器人制造商麦克马伦讲，这是专门为着5万有人陪伴的独行者所创造出来的，佮加入目睭人追踪的新技术，所以伫开讲的过程当中，机器人会根据对话、甲眼神刷来刷去，佮会晓背头毛。I think that lonely people crave connection, and you don't always get that type of, fruition of that craving through a screen. 超过5个月啊，学袂拼，只要重量比300公克佮较少，有机器手的扫涂骹机器人就会当甲因摕走，或者是利用手机内底应用程式的设定，闪开108种的障碍物，再佮甲厝内变清气。 Thanks to machine learning, it's able to actually recognize objects in the ground, walk around them, pick them up, and know where to go, know where to place them. 一寡甲 AI 有关系发明，拢会出现伫全球上大规模的美国消费电子展 CES 内底。2025年的 CES 展，按算有来自全球大约150个，超过4000间的厂商来参与。除了 AI 自动驾驶、显示卡甲显示技术，是今年大家注意的重点。参加的国际大厂包含辉达、Intel 甲超微等等。原来台湾的鸿海、技嘉、微星、友达也伫展场顶面展现因 AI 的宝。公司新闻新罗培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